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8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高雄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受武汉肺炎的影响，前几日美国股市是跌甲稀咧咧。白宫即马按算提出要挖1兆美金来救经济，有刺激市场，所以美国股市道琼指数今日透早收盘大起10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嘛大起6%，美国股市总算行出日头落败乌影。 因为在美国真侪所在的经济活动，即马拢因为疫情点出。美国总统 Trump 考虑推出总金额超过金融海啸等当时的方案，要来救经济。总金额有要挖1兆美金，要来协助一寡家庭甲企业渡过难关。美国股市受这个好消息的鼓励，总算收红盘，道琼指数收盘大起1048点，起伏是5.2%。 为着提防武汉肺炎，北非的摩洛哥实施宵禁，陆海空的交通即马拢关起来呀，嘛造成咱台湾的旅游团调伫遐。外交部是表示讲，目前咱台湾的旅行团伫摩洛哥、秘鲁甲阿根廷大概有22团，246个人。咱外交部当地斗相共处理，调伫摩洛哥的100外个台湾人，有可能会派专机去甲因载转来。 伫北非摩洛哥是这几年来才流行的旅游景点，不过随着疫情汹汹变严重，摩洛哥不已经的宣布锁国，都要停止陆海空交通。暗时6点过后宵禁，所有商店拢关起来。因为摩洛哥不是指挥中心，3个经过的旅游地，但旅行社照规定率团，即马无法度离开，希望外交部会当斗3天。 我们目前还不晓得这所谓的100个航班哦，它是怎么样来 booking 哦，那有没有什么限制哦？那据我们所知，这100个航班只有限那个航班的国籍的人士才可以搭乘。雄雄讲要锁国，业者讲先其中一团伫第一时间赶到机场，也是无看到关闭边境进行的最后一班班机。那伫南美的秘鲁嘛宣布经济状况，要求全国民众强制伫厝内关闭边境。 根据外交部了解，台湾的旅行团目前伫摩洛哥、秘鲁甲阿根廷，差不多22团246人。随上伫摩洛哥宣布锁国了后，法国早伫第一时间都已经做出决议，会安排特邀专机将在地法国人接登去。 D'un point de vue sanitaire, oui, je pense que je suis plus en sécurité au Maroc. Le Maroc a pris de bonnes décisions, c'est de fermer les frontières. Mais maintenant, moi, c'est difficile parce que j'ai ma famille, j'ai mon emploi en France et je suis bloquée ici. Donc, et en plus, je suis seule. Donc, 旅游业者讲，中国已经有伫问讲，是不是要斗阵坐中国包机离开？不过业者希望家己政府会当救家己人回来。外交部长表示，目前有超过100个台湾旅客留伫摩洛哥。外交部当地建议各种可能方案，其中包括派出会商业专机。 外交部呢，我们也会协同这个交通部观光局，还有民航局等相关单位，来协助国内的这个旅行业者来联系接洽跟摩洛哥有航点的外国的民航的公司，研议他们以自费的方式派商业的专机到摩洛哥来接我国旅客返国的这个相关的可能性。 根据台北市旅行商业农业工会上线数字，摩洛哥目前有12个人顺利订到3月21日返台机位。 阁有差不多104人会继续旅游行程，预计今明仔2天会到摩洛哥的大城卡萨布兰加，等者有空位班机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拖全世界，新加坡昨昏确定病例加23例，创下高一级的新高。那英国即马有专家是伫诱讲，目前英国国内的感染人数应该是超过5万人啊，毋是即马大家看到表面上的数字。那后面已经宣布讲，未来1月日要禁止外国人入境。那因的防疫做法是愈来愈严格。不过国际奥委会是无得惊，已经宣布讲东京奥运要照办。 武汉肺炎疫情拖到欧洲，德国总理梅克尔表情严肃，行去发言台，宣布在欧洲除了贸易联盟的成员国，甲英国民族以外，欧盟领袖同意实施对外入境禁令30天，安怎执行由27个成员国家己决定。Angehören noch dem EFTA-Bereich, noch Großbritannien sind
dass wir dafür Einreiserestriktionen, also im Grunde ein Einreiseverbot bis auf ganz wenige Ausnahmen erlassen. Das muss durch die Mitgliedstaaten umgesetzt werden. Das soll für 30 Tage gelten. 因为航班减少，加上真侪个关闭边境，后面表示会协调采取行动，将伫海外民众接回来。各国边境卖建立快速通道，确保货物流通。德国嘛宣布会随实施30天的禁令。 对各国拢采取入境管制，原本强措施符合防疫的英国，嘛强化防疫，要求英国人暂停社交生活，建议70岁以上有健康风险可能的老大人伫厝隔离。This is a disease that is so dangerous and so infectious that without drastic measures to check its progress, it would overwhelm any health system in the world. And I've used the Italian health system. It is excellent. And the problem is not with the health systems, it's the numbers of sufferers. That's why we announced the steps yesterday that we did, advising against all unnecessary contact, steps that are unprecedented since World War II. 英国卫生部统计，国内确诊人数一天增加26%，到目前拢总已经要花2000例。根据英国首席科学官瓦朗斯的推测，以感染人数每1000个病例，一人死亡来算，英国可能有55000人感染。面对真严重疫情，国际奥委会所伫这时阵宣布讲，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この今の現状において、IOC もそれから政府当局も、開催都市も、皆さん予定通りやっていくのが我々の考え方だということで、一致しているわけなんで。那新加坡因应马来西亚宣布18到31锁国，不少新加坡人伫消息宣布了后的半暝，赶紧去24点钟营业的超市囤货。新加坡卫生部表示，17新增加23个确诊病例，其中17例是境外移入，创下一天新高。累计确诊已经有266例。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南韩是宣布讲，对明仔19开始，所有入境南韩的人拢爱做检查。若小年的9月又搁发生群组感染，即马是知影有51人去防卫着。菲律宾即马是创全世界大省，已经讲要无限期关国市。马来西亚嘛已经封锁因的国家。泰国政府已经宣布讲，今年的泼水节要延期。南韩17宣布，延长国内学校开学日期到4月7日。另外，因为最近几天为国外入境的南韩公民已经有6人确诊，加上欧美甲亚洲确诊病例继续增加，所以为19开始，所有入境南韩旅客拢进行特别入境证书，检查是毋是有无属实的症状，也爱向南韩卫生部门提供伫当地住址甲电话者的资讯，可以去网络掠自我诊断的 App。 모든 입국자 내 외국인을 모두 포함합니다. 모든 입국자에 대하여 특별 입국 절차를 확대하여 실시키로 결정하였습니다. 南韩17新增加84人确诊，连续第3天维持伫双位数。大首尔地区确诊人数第一摆超过进前的东灾区大区市，主要是伫首尔南平、京畿道城南市的运会之间教会。不过政府禁令举行礼拜爆发群组感染，17确诊人数增加到51人。因为信徒国甚至出来地喷盐水用消毒，所以所有信徒共同用这喷管向出来地消毒，可能就是爆发群组感染的主要原因。进前德莱素检测方式收到成效，检测超过24万人。即马首尔街路阁出现用公用电话亭改装做检测场所的成交。另外，因为菲律宾的疫情扩大，政府宣布为17开始暂停关高飞市交易，也正做全球第一个因为疫情关金融市场的国家。首都马尼拉实施封城了后，总统杜特地16日宣布占全国人口数一半，差不多5700万人的卢松岛也全面封岛，一直到4月12日。马尼拉街路17出现排队买民生物资的人。马来西亚确诊人数也超过550人，但南亚国家上济。当时爆发吉隆坡清真寺群组感染，政府就宣布为10月开始全面锁国，禁止外国旅客入境，也限制公民出境。卖民生必需品以外所有店头拢爱关起来，一直到3月31日。吉隆坡的超市17出现抢买物件的人，真侪物件拢被抢了了。为马来西亚进口大宗物资的新加坡，同款出现惊吓的心理，真侪人抢买民生必需品。另外，泰国确诊病例也将近150人。泰国政府宣布原定4月13到15的泼水节新年假期要延期。
避免造成大规模社区传播。另外，泰国也决定关所有全国的酒店、戏院这5路场所，所有学校也要停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9万例。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有80882例，死亡人数是3226个人。若咱台湾昨昏有加10例，目前台湾有77例，香港有167例，日本的本土有880例，南韩有8320例。伫中东的国家，伊拢已经超过16000例。欧美的国家，意大利超过31000例，西班牙是超过11000例。若美国有6421例，法国有7730例，伫英国有1950例。咱国内昨昏加10例，全部拢是对国外转来的。为着避免对国外转来感染者日头增加咱防疫压力。指挥中心即马已经宣布讲，要翻头甲3月初对欧洲转来的人，拢总找转来做采检。另外，咱嘛增加一寡提悬警示到第3级的所在，其中包括日本，也有新加坡。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搁再增加10例，而且全部拢是境外移入，其中6个人是旅行团内底互相收尾，包括土耳其旅游团新增加4例确诊，若是搁加上进前确诊的5个人，15名团员内底就有9个人确诊。而埃及旅游团是新增加1人确诊，是这个旅行团第3位确诊的。奥地利甲捷克旅游团是新增加1人确诊，总计这团已经有2个人确诊了。到捷克、奥地利应该是3月16号，应该是他女儿先确诊，然后今天他72案例是他妈妈，也确诊，他们同团去旅游。另外新增加4例个案，也就是案例74、案例75、案例76甲案例77，拢北去欧洲佚佗，回国了出现症状，采检才确诊。因为国内境外移入个案继续上升，为了避免民众出国旅游去外地，造成国内社区防疫压力，因此会回溯3月初3到14这期间，所有对欧洲入境的人，并且对着可能的对象来进行采检。我们已经匡列了大概是500多位嘛，513位。那其中100多位，已经是被裁剪过，那剩下400多位，我们现在都在召回中。另外，考虑中国以外亚洲国家最近疫情一直拓开，指挥中心也宣布，对3月19日0点起，甲亚洲地区包括日本、新加坡、北韩、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这19国，东欧地区包括摩尼多瓦、美国包括华盛顿州、纽约州甲加州这国家地区，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3级警告，提醒民众除非有必要，若无莫去当地。对着已经登记的人维持原本的做法，入境台湾的时阵加强自主健康管理14天，也未登记的人入境了后必须伫厝检疫14天。记者综合报道。那昨昏的病例内底有一个是伫台南读大学的大学生，伊讲伊去德国找教授，转来台湾了后，伊有甲学校老师讲，所以伊还未去学校读册，也毋过伊有甲2个同学食过饭，这2个同学即马拢爱隔离。学校嘛通知讲，有甲爱隔离这2个人做伙上课的老师甲学生，算的拢总有101个人，这14天内先无去学校，先踮咧厝内健康管理。伫南部一名大学生3月初8为德国返来台湾，虽然德国也无被列为旅游警示第3级，不过学生依然主动告知学校旅游署，伫睡厝的所在自主管理14天，并且伫16日确诊。他也跟2位同学在校外有聚餐有接触，所以学校也拉高了防疫的等级依照我们停课的标准，针对跟这位按75有接触的2位同学居家隔离的同学，他修过了9门课就先把实体课程改成线上课程。确诊学生无一去校园，暗过捌甲伊食饭的2名同学居家隔离，这2人到16日为止，总共有9门课，学校紧急伫16半暝通知这9门课上款的师生唔通去上课。那个简讯上面是写说，就是下午3点，今天下午3点会做再确认，有跟他有关的，可能就会改成线上课程，或是就是不要去学校这样。3月12号、3月13号跟3月16号。那我们经过比对之后，确认7门课只剩下2门课。
好佳在经过比对，2名学生只实际参加2门课，总共110名师生爱自主健康管理14天。对学校的处置，台南市长黄伟祺表示肯定。我们支持这个大学他们一个人确诊就要求大家不要到校上课，但是也呼吁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出国了。学校针对防疫一开学就要求确实点名甲翕相，掌握参加的师生，就应针对疫情紧急通知特定对象，目前相关的教室校园拢进行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家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生技药厂的大厂是宣布讲，已经找到几百种的抗体，会当用伫治疗甲预防武汉肺炎的病毒。未来要来开始发展药物甲治疗的方法。今年的热天会开始做人体试验，若按算讲7月底要达到生产药剂目标。来看《红果日报》。后个月初就是清明，有4天的连续假期，交通部昨昏公布各道运输的措施，鼓励民众乡亲爱提早登去备忘。连续2礼拜的拜6礼拜，各道的收费拍7折。4月初5收假的迄一日，嘛要延长免收费的时段到初5早起的10点，要来分散车流量。来看联合报，疫情全世界在炭烧，已经有几个国家采取封锁边境的做法。有立委伫咧立法院质询的时，就问到讲，咱国家当时要安尼做？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讲，会对疫情来做判断。即马敢是行到迄个时啊？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坦白讲，已经强要活。新北市的中和有一个里长带团去西班牙佚佗，互美甲。昨下晡因转来到台湾，这个里长是讲，伫这个时间点出国，确实是欠思考、欠思量，嘛强调讲绝对袂去领14000块的居家检疫补助。造成大家的困扰。新北市中和区瓦窑里里长林奇峰一个落飞行机遭受到媒体注意，因为伊顶礼拜伫个面册抛出3月初10带着15个人出团，准备飞往西班牙旅游的相片。互网友嘛讲无顾疫情而要出国，不过这个团提前返来台湾，你也伫机场向外界下失礼。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差不多40几个、40、50个人。那后来疫情严重的时候，大家有一直退，那退到后来。剩10几位团员，可是说实在，身为里长的我真的很两难。我先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对不起。伊讲到欧洲头一天，因伫个西班牙巴塞隆纳，第2天要去葡萄牙，第3天也就是14的时阵，知影咱国政府要对西班牙提升诚济3级旅游警示，就决定袂阁入去啊。不过对西班牙转机杜拜，阁拄到一个航空公司取消直飞，所以对杜拜这个转机泰国曼谷才转来台湾。我只觉得我这个时间点出国，对我抱歉，我欠思考，但是我真的没有所谓的14000。我真的也不知道，那我个人就是我不会去理，网络上还有电话打来狂骂，甚至叫我家人小心。新北市民政局讲会严格要求这团爱伫厝检疫，而被收证据的也有彰化县警察局一个警官，因为土耳其的旅游疫情也升到第3级，不过伊顶礼拜也是甲太太去遐佚佗。当初出国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跟他提示过，就是说你出国一定要注意这个。戴口罩啊，非常时期还是尽量避免吧。若是真正爱去就自行承担吧。即阵这个警官所在航空公司班机停飞台湾，恐惊会面临无法回国困境。而不少民众是认为，这个时阵出国就要家己承担后果。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武汉肺炎的疫情未收煞，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已经要甲亚洲的日本、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甲越南，拢总有19个国家，甲这国家的旅游警示提悬到第3级的警示。若是对这个所在入境的人，拢总爱做居家检疫。另外，对拜四开始，若是对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入来移工，嘛是同款爱做居家检疫。非本国人在这3级的区域要进到台湾我们会管制他们的入境，前的免签基本上都会取消。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一困头将亚洲19个国家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3级的警示，其中包括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是台湾移工的主要受力国。去年在4国总外头家人数有10万人。
为了避免外籍移工变防疫空棚，10月开始，这4个移工入境都需要申请实施居家检疫。如果他要入境的话，他要向也一定要提报居家检疫的计划书。那向我们劳动部呈报以后，我们收到了，那我们才会进行后续的一个程序。劳动部对外籍移工进行防疫新规定，包括减少移工下境流动，鼓励期满继续请，继续用工一批移工。针对已经满工作年限移工，劳动部嘛推出弹性措施，头家会当申请延长，大概3个月，可以期间留伫台湾工作。若已经伫台湾移工，若是官保有休困回国计划，建议可以期间暂时莫回国。针对头家防疫管理，包括移工入境该做线顶办理讲习，另外头家伫申请许可、申请入国签证，要提报居家检疫计划书，确保头家引进移工有能力办理居家检疫。从明天开始呢，就要提供居家检疫的计划书、居家检疫的地点，还有对他居家检疫的规划。那如果雇主都委托仲介去做隔离的话，我相信仲介一定把他隔离在某个随便的地方，然后甚至还会再要求他们要付钱。劳动部呼吁头家甲中央公司引进移工了后，要事先准备居家检疫的所在，才引进移工，无应该暂停引进，避免引进了后无法度执行居家检疫强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开始到拜五，受锋面甲华南喷雨区的影响，除了南部的平地以外，其他所在拢总会落阵雨。咱来看分图，春天有春雨，对今日开始到拜五，受锋面甲华南喷雨区的影响，即摆落的就是春雨。乡亲即几日若有是要出门，一定爱记哩早雨码甲雨伞。另外，要提醒乡亲，今日西半部到大蒙会影响能见度。若是有塞车，也是骑奥多摆出门爱细致。若中南部空气品质无啥好，是感冒式的急速，嘛是爱注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比昨昏略略降一寡。北部、东部高温大约是23度到24度，中南部大约是27度到28度。各地低温变化无啥大，大概是16度到19度。早暗会较凉，乡亲出门爱套衫。来关心，即马全世界在武汉肺炎的疫情更严重，不过中国是对外讲因的疫情正在收煞。官方嘛讲，伫个16迄天，敢若加21例，而且其中有20例拢是对外国入来的，所以即马统一的目标是在境外带病入境这个部分。若香港是宣布讲，对19开始，除了中国、台湾甲澳门以外，其他人要入境香港，拢总爱隔离14天。武汉肺炎疫情伫全世界继续伫传，不过起哄当作是病毒发源地。中国说讲国内本轮疫情高峰已经过啊，前日来个开记者会分享防疫经验。To prevent and to control the disease, rather than treatment. Failure to prepare is preparedness for failure. 来看中国一礼拜疫情变化，初早是增加确诊24例，病例也是集中伫咧湖北武汉。13疫情煞出现真大改变，境外移入的病例头一摆变做主要传染源，嘛拄即天开始，中国新增加确诊超过一半是境外移入。中国卫健委16病防通报告显示，新增加的病例敢若一例是拄湖北武汉来的，而且官方无说明其他20例传染途径是拄倒位来的。另外，中国10个省总人口超过3亿5800万人的城市，利用大数据分析，快速找出去红感染的民众。我今天早上去过一次医院，也出示了一下，然后去公司的时候也出示了一下。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清楚这个随身码是怎么运作，但是他们好像看了以后就会特别的放心。若是要出入办公大楼、主题区、餐厅等等，拢必须要摕手机扫描 QR code， 显示青表示身体真好，嘛引起质疑侵害个人隐私。对这个代志，官方保证，若是疫情结束，会甲数据消掉，想要互民众放心。若是上海一个查甫人，之前因为隐瞒武汉旅游史，害55个医护人员甲患者封闭爱隔离，去互上海法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刑1年3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所在拢烧钱咧买物资。澳洲有一间连锁的超级市场是真好心，因专工替老大人甲行动无方便的人设一个互因买物件的时段，唔免甲人挤，安尼嘛加较安全。澳洲本土的大型连锁超市伍尔沃斯17提早1点钟开门营业，透早7点至8点这个时间，专门服务老大人甲骹手无方便的人，其他年龄的消费者袂当入去。
雪梨甲墨尔本两个城市有真侪间分店，头一天就吸引真侪人，不过也是有人买无物件怎转去。Is every country here is the same. The American make joke about us, but they make today they make the same like us. All the shop is empty in America. 之前发生有民众为着要买卫生纸来相拍的案件，这一天来买物件的老大人嘛，拢伫塞车内底囥几大罐卫生纸，像意大利面较会囥哩的物件嘛是卖甲下叫。业者表示，因会根据头一天的情形来做调整，而且计划会实施1礼拜。对抗疫情的另外一个社会现象，是伫咧厝的用网络线顶来买物件。美国亚马逊16宣布要调整薪水，甲增加人力的计划。美国地区会增加10万的工作机会，而且会用3亿5千万的美金，予各地员工来加薪水。美国、加拿大加薪水的幅度是1点钟2块美金，英国2块英镑，欧盟国家2块欧元。记者综合报道。那法国对昨开始嘛限制人民的自由，爱大家踮在厝内较安全，所以观光区即马变甲真稀微，零零清清。上届闹热的所在，颠倒是超级市场。本地法国人是无啥烦恼疫情无得渗透，也毋过伫法国的台湾人是表示讲，即马看起来无啥共款啊，可能知影严重，法国人连排队买物件拢会离家远。法国疫情一直咧拖，总统马克宏发出法国长咧作战，当地时间17开始限制人民出门，敢若会使买食的、看医生、甲上班。这是法国头一遍伫咧战争的时期以外，大幅度来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巴黎市区空落落，毋是民生必须的商家拢总关店，敢若超市的门口有咧排队，大家拢主动保持安全的距离。亚洲人还比较谨慎的，他们其实早2个星期开始就已经开始囤货了，就是这个转变还蛮快的。在之前的他们好像不太在乎，因为我和不少的这些供应商他们都聊过，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流行感冒，然后就是也死亡率很低，就是其实没什么问题。超市的负责人丁奥多指出，好在目前法国并无欠粮食。伫法国的台湾演员杨依玲观察，法国当局和民众对这边疫情的危机意识不足。这几天政府才亲像是雄雄意识到严重性，颁布多项禁令，让人袂负反应。法国在对疫情上的处理态度有非常剧烈的改变。下一个星期一，也就是4天后开始，就无限期的停课，然后强烈要求大家在家工作。那这种非常剧烈的转变，其实蛮让人措手不及的。杨依玲认为，社区互信互助，也是打赢这场战争重要的力量。法国政府要上大程度的避免家庭以外接触，禁令尚无要维持15天，这要挑战法国自由甲社交的社会风气。马克宏所讲的病毒之战，就伫咧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记者由金王德新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去彰化县的警察局会同刑事局对欧洲假诈骗集团的成员押转来咱台湾，也毋过所有人拢毋敢代志，拢大声做好预防性的隔离，连这嫌犯坐过车嘛拢有消毒。警察穿全身防护衫，不管是经避车的车内，也是车外，拢详细用消毒水消毒。因为彰化县警局会同刑事局为机场押解为蒙特内哥罗登来台湾的18名诈骗集团成员。不过，蒙特内哥罗16已经被台湾列为旅游疫情警示第3级，大家拢高度警戒。这个案件其实和疫情呢，它是相依相存哦。我们慢慢发现欧洲的整个疫情升高的时候了，我们侦办团队这边呢，是和疾管的机关以及疫情的机关，我们都有反复的一个确认跟联系。那包括说这第4波和第5波要进来的人犯呢，我们也反复去确认说有没有达到居家检疫的这个规格。台中地检署表示，检警为1月开始分5摆行动，为蒙特内哥罗带回92名嫌疑人。第5摆18人是伫15下晡5点外到桃园机场。当时蒙特内哥罗的旅游疫情也未提升到第3级，所以不需要居家检疫。不过，因为这诈骗集团有90人被收押，台中看守所全部进行预防性隔离。不需隔离是在另外一栋啊，街务大楼另外一栋啊，这个是我们隔离区的，不一样。总共现在隔离的舍房一共有9间。那黑山共和国这17名最近3月来的都是收容在这个隔离舍这边。
台中看守所表示，只要为境外倒来收容人，拢会被隔离，而且隔离是独栋大楼甲一般介护大楼有分别。逐工早暗会进行专车消毒，隔离收容人离开了后，搁以紫外线顶来消毒房间，要避免互感受交叉感染，加做防疫的空隙。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的调查处是有抓到一间西药房，把喙암工厂挂一块6块钱的喙암，用10块卖出去，而且这个药局内底有21万外的喙암。因为即马喙암当即马是政府在管制，所以西药房的头家嘛已经互送法办。买防疫喙암是命制，拄2月初6开始，迄当阵每一间药局敢若200个喙암通卖，啊，毋过高雄这间人上大药局，知影的民众也是会当用一个10块的价数，无限制数量来买。5年前有了，现在这个时候这个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陆续有一些俄语对啊，可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不方便说。附近药局伫咧过年开工了后，就真紧甲货卖了。政府嘛伫咧1月31日公告停用防疫喙암，啊，毋过人上大药局到2月也是阁有喙암通好卖，去互民众来检举。高雄市调查处侦查了，发现这间药局伫咧1月31日了后，继续用一个6块的价数向供应商采购囤货，碰价卖出去。经我们追查，它贩售的数量达到21万多片。那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的追查上游，就是供货给他的厂商，以及有没有其他的供应的这个管道。高雄市调查处初步掌握，这个药局一直进货到2月12日，卖甲去向约谈前的3月初3，得到的利润要80万。设立的负责人已经先认讲囤货碰价，而且去向函送检方侦办，会面对上当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上悬500万的罚金。嘛有不少的分子想要用喙암诈骗。台南有几个里长内的相片，去互诈骗集团用来向其他里长推塞汇款买喙암，好加在无人去哄骗。是我的人头去互截图去做歹代志，都拢总吼，反正就是爱汇1万啦。变里长发口罩，我就讲唔免钱嘛，伊讲爱钱啊。我就讲愈怪愈奇怪啊，可能里长发口罩都爱钱。警方表示，目前包括台南市东区、南区拢有里长报案，已经来侦办。呼吁民众若是有看到可疑的消息，一定要纠正。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2当前2月初6，花莲发生大地震，当时花莲县长是布坤基。刚才伊昨日是针对大地震的时，县政府举办300地道的地震感恩餐会，开1000多万落去做调查，落尾是认定县府乌白开钱，对花莲县政府做出纠正。花莲2年前伫富坤基林内发生0206大地震，各界道的救灾甲捐款。所原本规划60度的参会，第2天在县府举行的协调会议，所改变进前的决定，决议扩大为300度，3000人的感恩参会，也制作文理宣传，寄送20万份的包裹，感谢捐款人，总共开了上千万。原本也想要用现款，也是动用第2五比金来核销。花莲县政府也有因为他们使用第2预备金，然后去招标记者那个案子，所以我们也认为他们在动用第2预备金的思考是很奇怪的。监察委员调查了后，认为专案是乱用公款，也不当来使用公务经费，而且感恩餐会也被拆做过150度、99万的2个采购案，拢无超过100万，以限制性招标、规撇采购法，也有餐会那变300度，为何要发文理宣传？我们是强烈的怀疑，也很好奇，这个还有谁除了花莲县政府的首长以外，还有谁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夹弯式的一个政策大转弯？关于监委所提的诸项采购案，花莲县全体的公务人员在办理本案工作的时候，完全是按照工程会的规定，依法依规完成各项的采购。市委员专无对富坤基提出控诉，监察委员强调，只要有无多界定的所在，所有公文拢无富坤基的囡仔，所以敢会使纠正花莲县政府。也指出，7个采购案将有检调调查中，而富坤基留意办公室讲伫开会到结果进前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即马台东县去观光的人较少，毋过想袂到台东的农产品，即马透过网络是卖甲下叫，这业绩比去年同期加码2-3成。
即阵是防范疫情的时阵，大家拢较无爱伫外口食饭，像这种意大利面、料理包，酱料是用台东在地农产品加工制作的，只要放伫店内底小煮一个就用食，佮配一个永生的姜黄汤，就是上班族营养的中昼饭。很方便，而且重点是它里面不是说单纯的一个料理包，而且里面还有放青菜。拌酱的部分就是用台东的红梨，还有台东在地的那个旗鱼。台东县农产公司2年前开始协助在地小农推广各种拍开包装就使食的农产品，即阵有超过200件产品在旅游大街时是真热门的盘抢礼。不过，即阵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出外旅游，现场买物件是大幅减少。不过，网络购买却是成长，以今年甲去年2月比较。配送成长3倍，3月到即阵也已经接单200多件，也在增加。而网络订买业绩也比去年同期成长2成到5成，成长了大概5成。也是希望能够消费者能够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手续、太多繁复的碰触。我们现在走这些线上的订单，反而它是提升的。那我们刚好可以跟我们实体店面这些下降的这些营业额，我们可以去做相对的互补。台东农产公司讲，今年因为疫情已经取消到外地行销活动，不过看到网络销售业绩成长，会加强利用各个网络平台行销，让台东在地生产的健康农特产品，改用网络来卖到全国各地。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南安的巡守队昨透早接到通报，讲发现一只死去的乌熊，结果现场讲发现这是一只大汉，已经大汉成年的母的乌熊，伊的身体是真完整，死亡的原因即马搁来调查。伫田边的一间公寮，一只死亡的台湾乌熊瘫痪倒伫遐，无耳表嘛无晶片，脚甲手拢好好，毋过腹肚有一个真大的空喙，伊的血还阁喷伫咧公寮大的铁皮顶悬。负责保育乌熊的南安巡守队，17透早7点半接到通报，发现死亡的乌熊，随通知花莲林管处。巡守队嘛举办简单的仪式，替乌熊来祈祷，而且强调在地人甲乌熊当作是厝内的人。这只乌熊敢是风台，还阁来调查。不过伊的死亡，互人感觉真悲伤。小美蜂说机要敞开了，这个在我们布农族的这个禁忌来讲。不管你是误杀还是猎盗，让他死了，就是他是视同杀人犯。林管处随启动相关的 SOP， 中昼11:40，把死亡的乌熊为花莲载去新北市淡水的家畜卫生试验所解剖了，才会当掌握乌熊死亡的原因。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确知说，它是因为自己体况太虚弱，或者是因为其他野生动物咬伤的状况导致它死亡。那这个部分我们都还要等到送检验报告之后才能够比较明确。甲乌熊再走了后，由倒溪登山协会入去山内底找。巡守队讲，来到现场的乌熊妈妈，也就是兵科大学者黄美秀指出，这是一只母熊，而且还阁伫咧饲龄，真有可能还阁有熊仔囝伫附近，所以登山协会直接集合入去山内底敲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南投第3的地道协会前一阵啊举办新春的茶会，伊是甲台湾茶结合在囡仔册故事内底的主角，展现无同款的风格。红红叶、乌毛鹿，阁有白雪公主到场来参加茶会，实在真趣味。这是南投第3的茶道协会为着庆祝新春团拜特别举办的活动。茶艺师打扮做同为故事的角色，同齐来泡花茶，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带动茶道文化。这样子改变以前的那个作风，然后颠覆的传统，然后以新进的那个卡通人物来进场，大家真的很高兴，也可以泡个好茶这样。希望借着学员的新创意，然后带动那个茶的产业。茶道唔但是亚洲国家特有的文化，嘛会当透过创意加入西方创新的元素，让传统有新的模样，甲咱在地物件推广出去。茶道协会里面的所有的成员，那很用心，透过巧思去做一些布置，那也将这个迪士尼的这些相关的角色融入哈，那结合了这些花茶系列，能够感受到茶产业的文化，其实可以透过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所有爱好好茶的这些游客。他们是用魔法的方式来推展茶道，他们所穿着的都是很西方的啊，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我想这个茶呢，它是可以推展到世界，它是很具有国际性的。
一般民众对茶道的传统印象，拢敢若是坐伫倒头前泡茶。这届茶道协会拍破传统，用服装做道员的呈现，嘛希望会当甲竹山的茶产业推广，互更较侪人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安定有人讲，伊才是芦笋的故乡，也毋过因为即马少年人拢出征，所以种芦笋的人就愈来愈少。毋过即马安定农会是做少年农民放马甲这芦笋种回来。重量就要比较不一样。当年的3月开始是芦笋的产季，来到台南的安定，就当看到一大群人当在整理拄收成的芦笋。安定对60年代就咧种芦笋，过去互人叫做芦笋的故乡。无用伫田林采收芦笋的詹胜凯是安定农会辅导的青农，较早伫南科食头路，因为对故乡有一份感情，互伊决定回来打拼，要甲较早安定芦笋故乡的风景找倒回来。小时候印象中，我那个叔公他们都是种芦笋的，集合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理念比较相同的，我们先做，未来就是可能可以带领我们这个安定这个芦笋产业。因为种芦笋的过程真高工，即马农会找到几个青农成立产销班，利用少年人创新的想法，找出更较好的种植方式。免啊，改变咱的种植的方式，用药也好，用肥也好，互咱家己的品牌讲啊，我这芦笋去恁食了就是安全，就是健康的。我是一直朝向这个方向要来辅导这少年朋友即马拄好是芦笋要大出的时，若是要食搁甜搁油的芦笋，就爱趁即马。在地农会5万靠一寡少年人，甲芦笋的产业打基础，未来会当啥搁较侪人投入，做伙重新建立安定芦笋的品牌。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有一个咖啡师，伊过去是做护士，因为即阵武汉肺炎的关系，伊正搞会当伫咖啡店扭出立体花草，所以就专工扭出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讲要向第一线医护人员说道谢。桌仔顶头铺一块青色的倒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手夹麦cụ坐伫咧咖啡杯仔顶头，变做是正高水立体的花草。屏东潮州有一个专门揉咖啡花的人，伊叫詹小乔，伊为着要感谢陈时中部长这几月日带国人对抗武汉肺炎病毒，专工用伊的机家向部长谢谢。那我觉得像陈部长，我就觉得他的精神。就像客家精神一样，就是还蛮应景的，对，所以说特别做这一个4D 拉花来感谢他，也感谢他对护理人员的打气。詹小乔捌做过医护人员，也经历过 SARS 迄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伊讲，伊有法度体会，即阵伫咧第一线作战的医生也个护士因的辛苦。为着要甲因鼓励，詹小乔特别说出招待医护人员领咖啡的方案。真的很辛苦，我们可以一整天都没有吃饭。然后上厕所，连上厕所的时间也都没有。现在的话，我们有推医护人员，就是凭工作证可以领那个低氯热美式。我自己家里本身有医护人员嘛，也是身边也是很多朋友是医护人员，所以当老板娘推出这个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很贴心的举动。詹小乔讲，即马虽然无伫咧病院做工课，家己出来开咖啡厅，不过伊的心甲医护人员是做伙。伊希望一杯咖啡，也阁有这有路的花草，会使互即阵当无用防疫的人，会使感受到加一分的温暖。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多项省运动会4月18日要伫屏东开始，即届参加的比赛学生囡仔大概有16000人。屏东县政府甲体育署已经决定讲，若准是伫咧室内比赛，无要开放民众参观，要降低武汉肺炎群聚感染的风险。大市暗坐专车也是私人的车来到场馆排队量体温，全中温羽球、加倒球资格赛进行在屏东进行的时阵，至少3000名学生参加。4月18到23的正式比赛会有16000名学生参加。县府体育署高中体总决定取消传统的开幕式，改用创意数位影音呈现。开幕是很多意想不到的天团，但是很可惜，这个。因为疫情当中也不适合了，坦白讲，这个因为一来动辄万人的聚会，那可能这个也不吻合大家的这个疫情的指挥中心的期待。
防疫优先，开幕式头一摆无人参加，准备表演演到疫情较热了才停演。而闭幕式参加的学生本来就较少，即阵是希望讲简化流程来规划。而所有室内比赛无开放观众入场，户外观赛原则，官府爱检查场所条件，调整了才公告。因为可能有一些项目，他们可能会有选手很多进出的状况。那原则上，我们就是采团进团出的方式。那等于说，你的赛事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在外面，我们会搭设一些帐篷，那可能就是在户外等待这样。花明安指出，自计赛时发现，人多时阵行经过所在问题，要少部分教练甲领队四界行来行去，增加困扰。已经请各县市甲学校来协商。20个竞赛场馆的各式指挥官先进行演练流程，到时阵整合资源甲信息，希望比赛顺利进行，防疫无缺失。记者孙宏华报道。因为即摆感染者拢是对国外转来的，机场坐运绝对袂使变做防疫空棚。即摆全线21个坐运站拢有做第二价磅体温，而且要求讲爱挂喙罨。若准体温超过38度，就建议因莫坐去坐防疫专车。小姐，我们的红外线温测一检测到你体温过高。机车入口所在红外线测温机检测到旅客体温过悬，机车人员马上为旅客搁测一摆超过38度发烧，建议改坐防疫计程车，公布通知接管署。17机车公司伫A12机场第一航下站进行防疫演练。新式的热显像仪扫描的深度可以超过10公尺，那几乎每个闸门每个乘客都可以扫描得到。武汉肺炎疫情拖全球，国内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也一直增加。桃园机场这份先做准备，全线11车站启用红外线一项测温仪，也爱旅客拢爱挂喙罨。因为现在疫情变得比较严重，这样子比较好。不过受到疫情影响，进出桃园机场人数其实已经减少真多，连带冲击周边的交通运输。亲像顶个月才开始营运的新店，直接到桃园机场路线客运，因为这人少，决定为即马开始减少车班。刚开始前2周的部分是大概在人均每班大概在10位出头，到减班之前变成大概每班只有1.2、1.5左右。客运业者表示，因为这人真少，无够成本，只好申请一天减少14班。新竹市交通处是回应，目前往返机场时段依然维持每天24小时服务。未来疫情若较好，会甲业者沟通，赶紧恢复正常车班。记者综合报道。虽讲武汉肺炎会好，也毋过恐惊是会好袂完全。有专家就讲，若是好可能会留病尾。听看会感觉窒窒，喘气会袂顺。武汉肺炎疫情伫全世界继续跌拖，国内境外移入个案达到50例，感染源伫亚洲、欧洲甲非洲拢有。有医师提醒，造成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甲一般季节性的流感无共。有部分慢性病或者是重症患者，若是病毒攻击会呼吸道的时阵，毋乃产生肺炎，而且就算是治疗好嘛有可能甲 SARS 同款，会有细胞纤维化的后遗症，影响喘气功能。肺部纤维化如果轻微的话，他只是觉得呼吸会有点喘，但一旦这些肺部纤维化的范围过大的话，他连走路都因为没有办法有效的让肺部扩张，而造成他走路会喘。医师表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外界对伊了解无济，虽讲病例数量上济，中国捌发表研究指出，伊个会入侵心脏、腰子等等的器官，毋过也佫需要佫较济实证。若是英国防疫采取6成人口感染，会当达到群体免疫的方式。台湾的专家认为讲无科学根据。目前一直在被挑战，因为没有证据显现所有人一感染就产生抗体，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变成说整个疫情会拉长。专家建议民众短期以来上好莫出国，因为就算坐飞轮机，拢有一定的风险。目前国内机场检疫的部分，敢若会当用红外线发烧来监控，也是无法度全面太检。所以居家检疫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一定爱老实汇报，才会当减少因为无老实转来出现防疫空白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有一阵真热情的大学生，为着要让庄脚囡仔有机会了解街舞的文化，因是入舞蹈服务社，让囡仔哪耍哪跳舞，二捌无同款的跳舞风格。AM 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帮，带乡亲做伙来看庄脚囡仔的艺术政治安那不一样。
1758青少年儿童舞蹈服务生，名是自话音1758来号的。甲定定看到的知识型偏乡服务来比，这阵热心服务的大学生，希望和资源无够的偏乡儿童有机会认捌歌舞文化。我就觉得说，其实好像可以把过去做的事情把它连接起来。我喜欢跳舞，喜欢教人，那我是不是可以借由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分享给别人？利用讲故事的方式，将复杂的歌舞分解做一个搁一个趣味的动作。小朋友在耍游戏的过程当中，真自然就会使了解各种不同的舞蹈风格。我们跳了有 hip hop， 然后再是 locking， 还有一个舞，我们跳3种舞，然后这种舞我都铭记在心，我会每天练习。用跳舞的方式，让因知影讲哦，除了读册以外，你会使跳舞，你会使运动，你会使画图，你有足侪的才能，甲能力，你会当发展。大家的营队拢经过规学期的准备，队的辅导员和小朋友的人数大约是1比1。4天3暝营队伫欠缺资源的偏乡，也入艺术的经济。记者王艺峰、黄文良采访报道。世界真心色，世界嘛真有情。法国的疫情即马是拖真紧，做名牌、做香水的公司即马嘛宣布讲，要投入这个对抗疫情的战争。因家三座香水的工厂即马改咧，摕来全面生产大洗手即寡民生的消毒用品，而且佫免钱送予法国的卫生单位。LVMH 集团制作有名香水工厂，伫一天内就将生产线改装完成，开始量产大洗手这款的酒精消毒剂。这么紧，互接受捐赠的巴黎公立病院真感动。LVMH 伫法国有3间香水化妆品工厂，旗下做品牌有迪奥、娇兰甲纪梵希。为了对抗疫情 ，LVMH 决定斗阵面对。Les usines de cosmétiques sont très près des usines pharmaceutiques, c'est parfois presque les mêmes recettes. Et donc nous avons détourné des chaînes de production vers la production de ce gel dont on nous disait qu'il pouvait être bientôt en risque de pénurie dans les hôpitaux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et au-delà. 法国最近疫情爆发，除了囤民生用品以外，法国人最近嘛伫抢买翠安大洗手甲医用消毒剂，互当局进行限量甲管制介绍措施，防止民众惊吓。LVMH 预计这礼拜以来，产能就当有12栋的全部棺材交予中央调度使用，一直到法国解除病毒危机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在炭烧的时，多一个有名的人去访问到，导游也在小镇买翠安、抢买卫生纸，媒体拢有报。美国的资深记者就提醒讲，媒体是第四权，报者互大家知，当然是有理。要搁在报的时，嘛爱避免造成民众惊吓，爱有责任。写评论文章的埃尔汤普金斯，伫咧广播电视界做要30档，尤其在任业记者做甲新闻总监，得到包括艾美奖、全国新闻报道等等的真侪大奖，嘛伫咧美国、加拿大、丹麦等等的国家担任过新闻学的讲座。针对武汉肺炎，汤普金斯和新闻监业甲后辈第一个建议，就是加用一寡实际统计数据，较少用或者是莫用形容词。汤普金斯认为，讲最近的新闻报道，斗不斗得用致命、极度危险等等即寡进前真少出现的字来形容，即寡影响大家造成惊吓的字词是犯新闻报道的禁忌。Your job is to inform, to educate, and not just to excite. We're not just in the business of attracting more readers and viewers with sensational headlines, photographs, and videos. That's not our job. Our job right now, above everything else, is to keep people informed so that they can know when to be concerned and when not to be. 汤普金斯特别讲到，人面册等等的社群网络，去互人讲一寡无啥正确的风声，造成部分国家民众真惊吓，拢伫抢民生物资。譬如讲，根本就无任何官方的消息讲会欠水。毋过伫咧网络的消息乌白传之下，大白条内底抢要买水的人，甲药房门口抢要买翠暗的人共款是真济。So far, we've talked about things like cruise lines and air travel. Those are way at the top of the food chain. Way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e food chain is where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 are. People who are homeless,
people who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go out and get medical care,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go out and get some sort of screening. 啊，若是甲疫情有关系新闻报道，对病毒韩国各界传播，真有名人士确诊感染或者是自主隔离案例，啊，还有海空运受到冲击，生理人脉拢变做媒体重点，甚至是社群媒体摕来洗版的题材，却真少人去关心社会基层的弱势人口。对这件代志，汤普金斯感觉讲无应该安尼。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外岛是13度到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郝兴祖，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